中央收入在多，但是增加的还不够啊。所以中央政府没有钱，他说这个制度不建，国企改革搞不了。可是马上由中央政府建，中央政府支持不了，所以最后就折中搞一个地方负责，养老金分省统筹，那就是谁的孩子谁抱走。哎，对了，所以这个制度呢就一直延续着。但是随着咱们国家这个发展啊，就业人数多了，农民工进城，什么灵活就业，这个就业人数在大幅度增长。可是地方政府呢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有的地方政府，你像咱说，比如东北，他退休的职工多呀，但是当时就业率下降了，收的这个养老金不够啊，那中央给你转移支付。那些发达地方，它的是什么？就业人数多，领钱的人少，有很多异地到那儿去就业的，他干活他交了这个钱，但是呢，他没有领钱的资格，特别是农民工，要交15年，还到60岁去领钱，所以啊，实际上这个政策执行就是分省统筹的质量是特别差的，因此全国不平衡。到了咱们最近这段时间，中央地方收入结构变了，这个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都在50%左右，但是现在的规定，中央的支出15%左右啊，地方承担85%，也就是中央收入50%左右的钱，要拿35%要转移支付给地方。地方靠自己那50%，再加中央给的35%的，我来支持我的支出。也就是说，中央已经具备了我承担这个社保这个资源了，但这个决心啊，一直没有下。还有最近一个时期，灵活就业是咱们国家这个互联网发展啊，他们估计有2亿人啊，灵活就业。还有人分析说，互联网发展今后这个人数灵活就业能达到4亿人。目前这2亿人里头，交社保能领社保的人比例很低，所以他们也都不愿意交了。他不愿意交啊，因为你这个制度对他没有信任感，他不是中央统一的。要中央统一的，我在异地工作，我回家我也能领啊，对不对？他中央的账户嘛，是吧？现在是分省的账户，所以啊，很多人不愿意交。我认为呢，应该尽早的把这个职能收归中央。收归中央以后呢，收的钱，现在社保费嘛，收的全归中央，但是你不用给地方转移支付了，所以你的支出责任增大了，相对起来，地方依赖中央的程度反而会降低。对，所以这个改革要改好了，除了中央地方的关系，地方政府的压力就轻了。近些年来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债的问题，而且地方债慢慢的已经进入一种它不可持续的这个规模了。地方政府现在好像几十万亿的这个债啊，因为94年那个分税制改革以后啊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慢慢形成，就是中央政府拿的钱多，对，地方政府特别是穷地方，它得靠转移支付来这个维持。但是呢，这个中央唯一留了一块儿，就后来发展起来的所谓叫土地财政啊，它卖地钱啊，都归地方了。然后呢，地方呢又通过了一些所谓地方的这个融资平台，就开始慢慢的就把债务都给堆起来。它怎么个化解法？就我觉得就是可能这就变成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了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我认为呢，地方债欠谁的它的债权人，主要是2个，一个是欠企业的，我让企业给我干了事儿了，比如我搞了个房子啊、基建、建筑公司，我没钱给，还有就是，有的我从银行借的钱，比如我发一个什么地方债，对吧？银行借的钱，他做的项目里头啊，相当一部分是非经济性的项目，
就是我做项目的时候，我又有投资，我有 GDP， 我有税收，但是他没考虑到怎么还的问题，是吧？因为它是非经济性的。我用的时候啊，形势很好，等到我用完了，没有新的财富来偿还，对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。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政府有一个制度啊，就它有任期制。我本任期，我这个几年之内啊，我的 GDP 啊上去了啊。但是至于什么时候还债吧，那是下一个任期的事儿。哎，我来搞这几项，把我这任期内的经济先搞好。至于以后还债的事呢，只有等下一届的人来管了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原来是吧？这个中央财政也说了，谁的孩子谁抱走，啊，地方欠的债我可没有钱给你还。现在就是看啊，就你不还还真不行。那因为他发债，对，所以他有可能欠银行的，有可能欠企业的，有可能欠个人的啊。对，现在等于说，那你如果企业要是说我拿不到这个钱，等于我企业的经营就会出风险呀，银行也会出风险，坏账增多呀。最后它这个风险要落到银行和企业头上。所以现在中央，你要是中央要不给地方化债的话，对以前借的钱，他拿什么钱还呢？他自己手里的财富不足以还以前的债啊。就前两天那个什么贵州他已经宣布了，说我还不起啊，我连债好像那个债息他都还不起，就是利息都还不起，利息都还不起。对，所以现在啊，中央所谓的划地方债，真正要解决的问题，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，是那些债权人的问题。就是你要是不把地方政府的给它划了，银行就出风险，因为银行的坏账就会急剧增加。国有银行要坏账太多了，那这也是有很大风险的。同时，企业你把那么多债欠给企业，形成企业的坏账，那企业可能有的就倒闭了，有的还很难运行了。所以现在划地方政府的债务啊，主要救的是债权人。你要不划他的债务，那些债权人就会出现重大的这个财务风险。对，现在看中央政府必须得帮着地方政府划债，这样才能使银行、使企业、包括个人，他们的风险能够消除。而且这次说的很清楚啊，我给你划债的钱，你不能再去搞什么新的投资项目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去偿还你的债。你看全国各地啊，地方政府债，我记得好像60-70万亿了，到这，但是他这安排的也就是什么，记得最大一个数也就什么2万亿什么这数啊，然后其他都是1000亿规模的。这有差距啊！我明显看着就是中央安排的和地方政府需要的，这还是有差距。这个不能解决市场需求问题，它并不能培养税源。所以你要是把房地产，刚才我说那几个政策，如果能够采纳了，房地产的市场就会活跃起来。同时，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都会活跃起来，那都有税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税源是有的，关键是你的政策能不能把税源释放出来？哎，释放出来，对。所以我认为带动释放税源的一个就是房地产的政策，给买房人提供资源，不要光给开发商减税。就是反正你说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抓手问题，用什么政策来把它释放出来。对。哎，现在你比如好多政策都是对开发商的，保交楼哈，你不是没钱了吗？那楼盖着半截儿，我再给你贷一笔钱，你把楼盖完了，是吧？这个也是需要的。培养税源是把现在有的房子让人能买出去，但是这个你要给买房人的资源。这个一旦解决，我告诉你，保交楼也快了，因为他现在为什么盖着半截不想盖了？
盖好了都卖不出去啊。对，开发商我再借钱再盖那个半截的房子，我借钱还要还利息啊，对不对？还本呢，我何必呢？是吧？你现在如果把那些已经盖好的房子让购买者有资源买了卖出去了，那你不借我钱，我也能借钱去再把这保交楼的事儿完成了。对，因为他有需求了嘛。现在他所以不愿意给他完成啊，是因为你需求没解决。所以现在就是等于通过各种手段把房地产这一大块稳住。对，现在是很多房子已经有供给了，而没有需求。对，要解决需求问题。咱每年有50-60万亿的投资，你要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呢，它等于还得拉后腿。那么它增长往哪儿去？财政部的职能理论上，它借钱也好了，它收税，它也是应该满足一些社会的这个基本什么教育啊，什么警察啦，什么啊，就是公共服务吧，说白了是。但我忘了某一年财政的科目里头加出一个叫投资，就从上头呢有投资，那到了地方政府呢也有投资职能了。但是他现在投，他有时候就变成投到企业里头。我现在发现好些地方政府还搞了那个投资基金啊，他往产业里头去投。理论上这些事儿应该是市场上的事儿，是企业的事儿，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他们去做的事儿。你评论一下，这政府这块投资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吗？16、18年啊以来，这个中美关系发生变化，然后呢，就是美国他也在总结，他们的制造有一点空心化，所以他要吸引美国发展一般制造业啊，不是光搞高科技了。他为这个事儿，政府采取的措施，减税。他减税减到什么这个力度多大呢？我就讲几个具体的例子啊。一个，原来美国的公司啊，这个他在境外投资，他不赚钱吗？按照税法规定，他要35%的纳税要交给美国政府。但是他有一条规定什么呢？这35%的税啊，算出来，比如你挣了1000万，你要交350万，但是你这钱什么时候交？是你把钱汇回美国的时候，你就必须交这税。你要不汇回美国，账上记着，你可以不交啊。这等于一个无息贷款呐，政府给企业一个无息贷款啊。所以那些大公司在海外投资以后啊，他把这个投资的这个投资方这个主体啊，放在什么伯明达呀、什么沃顿群岛啊，放在那儿，赚了钱就汇到那儿，在那儿再投出去。所以所有赚的钱账面上趴着，应该交多少税，但是我依法可以不交，哇，这个利益对大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的。对，这个。但是它有一条限制，你不交税啊，你股东不能分红。我呢曾经到美国去考察过，我曾经问过他们，我说你们不会把税法改一改吗？你把那个汇回美国变成纳税的时间，改为实现利润你就交吗？你国内不就实现利润交吗？他们说不行啊，这几个大公司啊。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，你要提这么个议案啊，过不了啊！特朗普当总统了，他提了个议案，通过了。什么议案呢？你汇回美国，我给你减税。那个税法不变，政策变了，减税最多减80%，至少减60%。35%的税率吧。最少的按7%收，最多收你14%。你要想得到减税，就得汇回美国。我们了解的数据，18年3个季度，这些大公司汇回美国的，交完税的钱，6000亿美金。企业拿到6000亿美金怎么处置呢？有4000亿这些企业回购公司股票，那2000亿投入企业研发。你想资本市场
股东回购自己的股票，股东又拿钱投入研发，资本市场自然就好，就好啊。所以那时候就涨到1万点，然后往上，现在已经涨到了4万点了，创新高了，已经4万点了。所以它这个制度啊，虽然你看起来减税也得很多，但政府得的钱更多呀。就是你这个相当于减税和你培育税源啊，这是相关的。就是你减税能不能起到培育税源的作用？而且美国还不止这个，还有一条更厉害，你的利润我算一个资本利润率，资本利润率超过10%的，他认为你资本的获得10%的回报啊，已经是可以了。超过10%，他认为是无形资产、技术、商标啊等等的品牌，所以免税。资本利率超过10%的免税，这个政策越是高科技企业，获益越大。所以他减税减的不是说的我随便什么给你减，它有针对性的。好，许局啊，多谢啊！这今天回答很多问题，脑洞大开。好，就这样吧啊。